中华生活美学馆当日展览台湾、韩国新兴障碍艺术的展览，有10个为台湾和韩国的新兴艺术家做伙来创作作品呢，有这插画、油画、手绘创作、立体作品等等，希望透过艺术创作，让民众了解到新兴障碍者的处境，传达生命的多元面貌。有红牙册、互动装置、各种无同风格的画。这是来自台湾和韩国计共10个为身心障碍艺术家的作品，因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表达心内所想，嘛希望大众对因有更较侪了解。画画也是我另外一种，就是静下心来，可以让我好好想说以后未来要做什么，然后朝什么方向去前进。사람들이 좀 더 조현병에 대해서 좀 더 공감할 수 있고 마음적으로 좀 더 가까워질 수 있도록 만들었습니다. 这是台湾画廊参韩国团体做伙举办身心障碍艺术家的展览活动，目前当地咧中华生活美学馆展出。来自韩国创作团队的代表郭定仪表示，除了身体障碍，有侪侪精神方面的障碍是较歹发现的。应用古锥的创作，要让大众认捌精神疾病。用短漫画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爱的插画，透过我们的诉说方式，去让精神障碍的一些困境能够被诉说出来。第一，我们就是没有把障碍类别放上去，我们要让他进来展览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展览说，哦，其实原来是没有差别的。那另外一个展览是我们是透过中文跟韩文一起交流，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就是台湾跟韩国的更多的朋友一起来看这个展览。长期推广身心障碍艺术创作的李嘉美表示，这几档推动艺术创作的过程，伊发现有愈来愈侪身心障碍者愿意参与，嘛才有这边国际合作的机会。未来会继续推广，让大家看到身心障碍艺术家用创作表现多元生命的面貌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